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好房嘅 Tony 啊！今日又帶大家嚟睇靚嘢啦。咁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就係氹仔市區豪景中心嘅一個3房單位，1175尺嘅建築面積，實用達到有90%，而家好平嘅啫，真係嚇死你啊！600宗度啦嚇。咁我睇翻呢個成個露台，望住出面對開嘅個開揚景。雖然係樓景但個樓間佢相當之闊落。我哋入嚟睇翻成個客廳，係一個客飯廳分明嘅一個大廳啦。相當之市正。呢度可以睇到一個就係有6至8人嘅餐台。咁然之後個位置相當之闊落嚇。咁望過嚟呢邊係一個4座位嘅 L 型曲尺 sofa。空間仍然係好充足。如果後期做少少裝修上面嘅修飾呢，可以令到呢個廳更加時正、更加實用。咁我哋入去睇睇個休息區。首先，我哋左手邊睇睇個廚房。咁廚房呢，佢係有一對門，通出去呢個陽台嘅。咁日後你可以封咗佢都得，唔封亦都得。OK， 轉過嚟睇睇個客廁，有明窗嘅一個空間，OK 嘅。然之後再有一個雜物房。咁雜物房呢都有窗嘅，咁可以攞嚟做工人房都冇問題。轉過嚟我哋左手邊見到一個就係客房啦。客房係一個西南向嘅朝向，相當之光猛噶。望到嚟呢度係有張5尺床啦，然之後就雙門衣櫃，有書台，仲可以有空間走動。轉過嚟就係我右手邊咧，另外一間客房啦。咁仍然係5尺床，有3門衣櫃，有書台，仍然係空間充足嘅。再嚟入嚟就係個主人套房啦，見到6尺大床，一個4至5門嘅大衣櫃，3邊落床位，一個單邊嘅位置，西南向同埋呢邊嘅朝向都充足晒，仲可以離遠望到少少橫淡景，係咪啊？相當之正。縮細翻個鏡頭，睇翻個套廁，一樣係有明窗嘅好抵買。咁而家600宗，有興趣嘅可以隨時聯絡我好房嘅Tony。拜拜。